看这车啊，再先进，也有更新换代的时候。有的时候啊，人跟装备匹配很重要，但有的时候，人跟人匹配更重要，懂吗？懂。条令条例学过吧？学过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收了欧阳俊的钱了？是。你差那5000块钱吗？你有几百万。你给我个理由，哪怕你告诉我你给大家伙买东西了。没有理由，我就是觉得自己应该收。应该收是吧？啊？可能他觉得自己过意不去了。一个敢送，一个敢收，真行啊！你们在这把荣誉当白菜呢？把钱还回去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当着全连给我做检查。第三，从今天开始，不允许跑 CBD 路线。你要么安心服役，你要么彻底放飞自我去。退，该退的都退了，该学的也学了，该练的也练了，咱们该奉献的也奉献了，就当这2年上了个驾校，进了趟健身房。家主啊，我就不明白了啊，你把那5000块钱都寄给他爸了，你又不亏心，你是不是当好人你当习惯了？行行，你别跟他说了，我找连长去了。哎，你回来，干嘛？你还护着他？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。你图什么呀？他把你害得还不够惨吗？那你知道最好的回应是什么吗？打他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也就是在部队我遵守纪律，这要在学校我现在就是在部队啊。可是，这也不妨碍你把会员单交给指导员吧？这样就水落石出了。丢人吗？丢不丢人？不丢人。夏卓，我问你一句，你说你，啊，给了他多少次机会？你帮过他多少次？你数过吗？啊？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易子梦，谁才是你最好的兄弟？我们俩。你帮过我们吗？我跟你说句实话，部队让我心热的时候，我是真的心热；可兄弟让我心凉的时候，我真的心凉啊。当年在学校和部队之间，我选择了部队，因为兄弟要来部队。但今天，学校和部队之间，我宁愿选择学校。你胡说什么呢？能不能好好说话呀？我同意啊。就是，你看孟双啊。我同意林安邦，我同意邦邦的说法。就他可怜，啊，就他家庭条件不好，就他需要理解。我们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不是，那你们俩希望我怎么办？啊？哎，我就非得跟欧阳俊死磕呀？
咱们能不能有一颗同理心？不觉得他有时候也挺脆弱的吗？再说了，我打他一顿能解决问题吗？啊，大学3年，我们都在同一个寝室，在部队又待了这么多年，哎，我就非得把他往死里整啊？这样好吗？咱先不讨论把不把他往死里整，我们也不说他可不可怜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走还是不走？走哪儿去啊？天啊！哎，梦，帮我劝劝他，老着急了。替你着急，我都。是，每年啊都是这个样，该走的留不下，该留的走不了。但是旅里刚刚开完会，大家也都知道，马上换新装备了，正是需要人的时候。你们在座的各位，几个月以后得走1/3。是。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老同志要给新同志留发展空间。可是新装备的边学边练边测试，确实需要人手，确实需要像你们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兵。大家也都是老党员了，别的我就不说了。这次咱不搞摊牌，也不搞命令制，有想续签的，有想延长服役的，3位后找我。各位班长们啊，我们俩就是希望啊，大家回去呢，跟你们各个班的人才呢，能够好好的做工作，谈一谈，争取让我们把人才呢，尽量的多留一些。我知道，各位班长们在咱们这大山里面，有的扎根10多年，有的20年，啊，甚至一辈子了。我们心里面都清楚，这都是牺牲，这都是奉献，我们每个人都看在眼里。可是我俩现在也是没有办法，这新装备马上就要来了，啊，我俩真是不希望说咱们战刃连在学习新装备的这方面落后于全旅。行吧，这个事儿就先谈到这儿。说下一个事儿哈，旅里面啊，对咱们搞这个新兵入座、老兵把舵的新班长试行制度呢，非常的重视。这一来呢，能够体现各位老兵的风格；二来呢，新班长上岗，哎，老兵们离岗不离职，这种工作制度也是咱们的一个双保险。那眼下又到退伍季了，啊，老兵们一走，新班长如何无缝衔接各项训练工作，这事儿就很重要啊。所以今天咱们把新班长这事儿拿到桌面上议议。这之前也让各位呢下去酝酿很久了，对吧？这军改以后啊，尤其是这次建设咱们火箭军的样板旅，很多事情啊，我们也是第一次，都得摸索着干。所以在这个班长人选的问题上，希望大家慎之又慎，毕竟接你们的班不容易。都说说吧，啊，之前让大家下面也都斟酌过了，啊，咱们今天把人名一定，到时候执委会一开，人员一报上去，没什么问题就批了，啊，开始吧，都说说各班的情况。班长，你找我？忙什么呢？啊，看你天天钻图书馆，准备考学呢。咱们班不选新班长了啊。刚才啊，连里组织我们老兵开会，选了很多的候选人，你已经被排除在名单外了，这就是连里的决定。下周，也因为你那5000块钱的事儿，连里也不考虑他了。
班长，我给夏周5000块钱的事儿，我只跟指导员说了，你们怎么都知道了？行了，这事儿啊，已经不是一件小事儿了。我来就是告诉你一声。不是小事儿，不是，我当时真的没有多想，我其实就是想，怎么就不是小事儿呢？好好琢磨琢磨吧。进！哎，我来，来，你来试试。哎呀，我也能单手，我跟你说，哎，这不单手吗？这么发力啊！哎，来一块打，来，2打1，来吧。哎，夏卓来一起，来，夏卓一起玩，别走啊，别走啊，别走啊，不玩了。等会儿。我跟你说呀。还好有你哈。哎呀，够意思。刷干净了吗？好。哎，给我插嘴。差不多行了啊。我又没得罪你们俩，哎，都这么多年兄弟了，不会还要脸红一次吧？那就红一下呗。不是联邦，你非得看我跟他再动一次手，我再关一次禁闭，你心里就舒服了？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咱不跟他一般见识，行不？夏卓，你不跟他一般见识，那我们俩小心眼了呗。我心里已经够烦的了，能不能不要这么说话？咱们还是不是好兄弟了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啊，是不是兄弟？你对是兄弟的人兄弟吗？啊？你对不是兄弟的人事谦让？小卓，你以前挺爷们儿的，啊？怎么了？要考军校走仕途了？开始走人设了是吧？联邦，谁要走仕途了？谁要走人设了？你怎么，夏卓？我的手坏了，联邦的嘴也坏了吗？说的就是你，你不想得罪人，还自己背黑锅，然后装作一切若无其事假象，这就是你。你还跟那儿打开水呢？啊！你给我出去！跟你说话呢，没听见吗？让你出去！跟你说话，让你出去，你没听见吗？我要是不呢？我数到3，你不出去，你看着办。1、2、3，干嘛？干嘛？都去等着！我的错，我的错，行不行？我走人设，我怂了，我就喜欢天下太平，行了吗？行。
自动驾驶模式准备就绪。车外路况识别完毕，请选择行驶模式。自动驾驶模式3秒钟后启动。除紧急情况外，驾驶员无需任何操作。根据路况，车辆会自动完成提速、转弯、制动。驾驶员需密切观察车外情况，触动制动踏板视为本次操作结束。你们都辛苦了啊！不辛苦，心凉。怎么了？我失业了。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快乐。干什么呢？一个吹东放西的，吃啊，这么好吃啊！吃什么吃啊？没心没肺，谁吃得下呀？啥意思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是买的正经内蒙羊蝎子，说好了让你们补，怎么一个一个都不吃？干嘛呢？老王，你多吃点吧。看我们哥仨这状态，现在跟这羊蝎子也差不多了。啥意思啊？你说它是肉吧，你看这大把骨头；你说它是骨头吧，它有点肉。老狼，你
你是在损我，我听出来了啊！你是想吃肉是吧？你早说呗，聊天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他不是那个意思，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老哥仨现在啊，只够熬点汤，咂摸肉，炖不出大油水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到底弄跟哲学似的？这，哎呀，意思就是，以前咱们是烤全羊大菜，现在咱们是羊蝎子剩菜，还不明白？你仨这不没有说明白，倒给我说糊涂了。你说清楚点，怎么了？这还不明白啊？这叫穷人乐，吃不起羊肉才炖这个呢。你到底给我说糊涂了？你知道今天这车我怎么开的吗？那能怎么上去？9连环，你老王一把打9把打上去的呗。我就点了个火，踩了个刹车，车上什么都没干，车自己进自己出，各种路况全都有应对方法。我跟你说，就连最难走那9连环的路况，这车上去一走一个准儿，前方坡度多大的急转弯，具体到什么角度，叫什么驾驶辅助系统啊，全都精准告诉你。我明白了，老狼碰上对手了，还是个机器人。说实话，比我开好。高精度，6颗北斗校正航向，导航地图实时路况，那精到毫米。自动行车系统，速度堪比5G，这就是中国实力。怎么说他也比我强啊，是吧？我这一辈子靠的什么？经验、眼力。现在呢？这东风185H，全集成模块，一键自检。有问题不用查，不用修，哎，大屏幕告诉你了，模块的编号，拔下旧的，换上新的，搞定。不，疯子，你的意思就跟搭积木似的，就行了。老侯还是你好，无论怎么换装啊，你干啥你都得瞄准吧，你都得瞄准打吧。跟我比起来，他们哥俩那都不叫事儿。老狼，你那叫什么？行车辅助系统，你这儿一键检测，全集成模块，一键自检。而我呢，所有的瞄准工作都集中到一个集成电路里了。瞄准专业，木有了。下岗了？还没有全下岗，陆续有新的装备进来，我去帮人检验，检验完了，歇菜。这新装备还没完全列装呢，等它完全列装了，重新定岗定编。就咱们这几个，还有啥用？喝一个。等会儿。你们说这待机库不会也出现风水变机器人吧？很有可能啊。喝，凉歇了。一会儿，你们将会看到全旅第一辆，也是全军第一辆东风185H 导弹发射车。那为什么会来到咱们战士连呢？老话讲，好的装备要给好的部队，好的装备要给好的人员操纵和匹配。同志们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会学习和掌握新装备的理论知识。我们为大家找到了一名优秀的教员，希望大家在教员到来的这段时间里，把时间掰开了揉碎了，好好的掌握理论知识以及实际操作都给我练到位了。谁将会是东风185H 导弹发射车的第一套发射架？我们拭目以待。
我叫左丽，左右的左，茉莉花的丽。我是东风185H 研发中心的工程师，是名理工女，材料学、电气工程学双博士，具备驾驶、侧发控、驾长和通讯4个岗位的1级资质。我希望在以后和大家朝夕相处的日子里，能够尽我所能，把我所学的知识教授给大家。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为新装备的列装做好前站。好，就说这么多。看见了吗？巾帼不让须眉。咱们站着连的这帮大老爷们们，不能给男人丢脸，是不是？是。好了啊，下面根据咱们今年上报的退伍老兵名单，今年要退伍的老兵们就不参加新装备的学习了。一会儿呢，念到名字的跟左教员走，没有念到名字的继续手头上现有的工作。大家记着啊，保养好老装备也是重要的工作。就这样。下面开始点名。任麦迪，到。陆定超，到。张宇，到。刘刚，到。李国涛，到。王斌，到。吴杰生，到。张旭，到。叶新鹏，到。陈光，到。陈立农，到。张振航，到。罗亮，到。刘畅，到。文科，到。李川，到。现在我带大家去拿最新配发的理论教科书，全体都有很有站，齐步走。大部分同志都去学习新装备了，因此各个班也要打散啊。你们几个呢，是连里的骨干，具体打散到哪里，连里是非常慎重的啊。连帮到，炊事班报道。是。李子茂到，招待所。是。欧阳俊到，2项工作：炊事班帮厨，外加营院的打扫卫生。怎么了？没听见吗？是。夏卓到，你呢能力比较强，你呀去待机库，哪个位置需要你，你就去哪啊。连长，我在哪个班？没有班，跟大伙儿一起睡，啊，体力也好，能力也强。到时候呢，大家都在学习新装备呢，啊，因此呢，会有很多岗位出现空岗。你呢，就看哪个岗位空了，你就上去多帮个忙。一旦忙不开了，写个申请，打个报告，我尽量呢，找个人帮帮你。还有问题吗？报告。讲，为什么不安排我们4个参加新装备的学习？刚才说的非常的明白。哎，今年要退伍的老兵就不能学习新装备了。你们4个不是要退伍吗？报告。讲，我没说要退伍，我要去考军校，继续留在部队。那正好啊，你去军校学吧，军校里面也学习新装备。报告。讲，我也没说要走，我也要考军校。好啊，你俩一起考学，一起去新学校学习新装备。多。讲，连长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的错误我们已经认。啊，行，好了啊，没错，你们没错，我错了。
我错就错在把你们几个招进了部队。报告，讲吗？连长，你该怎么罚都行，能不能让我们几个参加新装备的训练？是个屁！好意思吗？就你们也配学习新的装备？有组织无纪律，让你们选个班长，选到最后功亏一篑，怎么着？你们真以为你们舔个大脸好意思在站着吗？别以为参加了一个发射任务，立了功，受了奖，我就不敢办你们，是吧？不是想闹吗？来，我看看你们几个能闹到什么时候。解散。哇，这么多班长！哎，这个我先发言，我先发言。怎么样？看着还行吧？相当可以了，班长给的。那可不要钱的东西啊，都是好东西，对吧？班长，你这又批评我。哎，下次我买了也给你贴。你俩来点不？我不要。大晚上发胖？不会，这卧龙坚果它都是非油炸的，不长。收账好，叫我左丽就行，或者叫我丽姐。有人的时候呢，就叫我左教员。左教员好，左教员好。哎，左教员，我帮你拿。哦，我是卫生员严一斌，这是卫生员王田，这是卫生员钱磊。行，记住了。这是我送你们的见面礼。哎，班长，是不是咱最爱吃的卧龙坚果？那个，我睡哪张床？哦，甜甜，把东西收拾一下，搬上铺。啊，哎，不用，我喜欢睡上铺。我们听说您今晚住在招待所，明天才搬过来，都没来得及给你收拾。对，我去了，结果招待所呢，连个热水都没有，整个2层楼空荡荡的。行，我想想就过来了。哦，哎，左教员，听说您是双博士吧？对呀，怎么着，不像吗？一点都不像。那我就应该配个眼镜呗。差不多吧。你看啊，您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，还考了2博士。天哪，这老天也太不公平了吧！怎么把这么多优点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？你上次也这样夸班长的啊？对啊，那个这班长就很厉害了，这左教员，他更上一层楼。我算看出来了。整个旅啊，就你嘴最甜。我看你不应该叫王田，你应该叫田王。说你了吧？行了，不跟你们聊了啊，我还去2连办点事儿，等会儿回来啊。左教员再见。左教员再见。165杠。好的，哎。多少726，726。连长，726是吧？连长，哎，忙着呢。那可不忙着吗？还能玩呢？过2天左力教员要进行新装备的训练，连里面给支持啊！我把新装备各个指标重新校对一下。我不是让你去那个招待所报道吗？去吧，啊！哦，我这不就是马上去吗？去吧，啊，行。829。连长，夏卓没给欧阳俊5000块钱。我让夏卓把钱给他，没给。他不还也行，反正钱都给了。给谁了？
夏卓连夜就去了代机库了，听你的话去当万机油了，他挺失落的。我跟连安邦一大早就收拾好行李了，无意当中在夏卓床头发现这个。夏卓把5000块钱给了欧阳俊的父亲。是的。可能是大学到部队，他们俩较劲较了这么多年，烦了也累了。反正这5000块钱已经给了，收不收是他们的事儿。我觉得夏卓给了，他们估计也不会要。连长，不管你怎么理解，怎么看待和处罚我们，我都行。这事儿我知道了，我看见了，我就必须得跟你说。反正我们几个都到了各自的岗位了，啥时候见面还不知道呢。我觉得这么处理挺好的，让你们离得远一点，彼此静一静。行了，走吧。连长，怎么了？想女朋友呢？啊，旅长，啊，坐吧，坐。旅长，我没想女朋友。想也没事儿，不想才不正常呢。您就别批评我了，我知道错了。我都知道了。怎么，想练新装备啊？是。真要考军校啊？颁奖的时候说的那些话，不是冠冕堂皇的吗？绝对不是。我连一枚导弹都没有打过，绝不会轻易就这么走掉。哎呀，那就难了。这当火箭军的，怎么可能人人打过导弹呢？我必须要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王牌号手，我还没有用自己的智慧服务到这支部队，简直就是虚度。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。真心话？当然。之前我确实摇摆过，想要回学校继续读书。可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《火箭军》这本书更有意思。我相信你。可是我干预不了你们连里的管理和决定啊。我知道，我就继续在代机库当好一颗螺丝钉，哪里需要我，我就往哪儿拧。哦，对了，你对代机库熟吗？熟。好，你跟我来。开门。安检扫描。安检通过。过来吧。
检扫描。安检通过。队长，没想到这儿还有一部电梯。你想摸一下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感受到，感受到什么了？力量，强大的力量，强大的中国力量。哎，我第一次看到他，也是这种感觉。这不是一枚导弹，这是王牌底气，也叫底牌。局长，咱们到底还有多少秘密？如果没有秘密，
那还叫火箭军吗？你看，东风49是咱们自主研发的新一代的战略导弹，它的作战准备时间短，反应速度快，反应时间比以往的战略导弹大幅缩短，可以根据需要携带不同数量的弹头。和现役的战略导弹相比，其命中精度得到进一步的提升。这是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必达。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过。旅长，这样型号的导弹还有多少？明白，不该问的不问。你已经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了。走，跟我来。是。立正。旅长同志，待机值班人员正在执行值班任务，全体人员在岗，设备运转正常，请指示值班员齐绷。继续待机。是。来，那不是齐营长吗？你看，这里以前是334旅的阵地，他们一直搞竖井发射。因为执行绝密任务需要撤离，队伍走了，竖井带不走。你看，这枚弹的燃料已经加注了2年，一直处在待机状态。何为样板旅啊？就是既能固定阵地发射，又能车载移动发射，既能进行战术打击，又能进行战略打击。旅长，他们住哪儿啊？他们啊，一直在这里啊。他们是270旅常规花名册上没有的人。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秘密啊？你来。
你别急，暂时还不行。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，这里一定会成为你的阵地。我的阵地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。你既然想考军校，总得有个职业规划目标吧？职业规划，军人也是一种职业。局长，我干一辈子。真的？我从来不说假话。行。那你今天在这里看到的一切，队长，我根本没有来过这儿，我也什么都没有见到，我更什么都不知道。好，那我们俩就定个君子之约。欧阳俊，怎么了？你跟那土豆有仇啊？你瞅你那笑的，那10斤土豆1两皮儿，你看你那个，1斤土豆半斤皮。我削我的，你削你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个是浪费，消极怠工，你懂吗？行，随便你怎么说。咱俩没共同语言，说不到一块儿去。哼，吃冰棍儿拉冰棍儿，啊，没话，没有共同语言，那也是很正常的。哎，反正我说的是人话，啊，听不懂那个，那指定就不是人呗。都干完了？快点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！你就是故意把这个活儿给干砸了，是吧？让咱连长觉得，哎，你不适合这里，这样你就可以离开这里了，对吧？你就是故意这么设计的。亮哥，你知道盐是怎么死的吗？吃的那个盐啊？对。怎么死的？咸死的。哈，你说我咸啊？啊，你看看，我这都削半盆了。哎，你看你这个啊，也是半盆皮，是吧？要打包吗？打包？什么打包？拿出去卖呀！欧阳俊，你再说一句。成。怎么着？怎么了？怎么着？干嘛呢？活都干完了。坐下。
可不来了吗？咋着？你这戴个大蛤蟆镜，你这眼睛也花了？你眼睛才花了呢！你咋说话呢？嫂子，那一路辛苦了，咱们去那个士官公寓吧。但车不能进，咱们走着去。你先等会儿。啥公寓啊？住啥公寓啊？啊，我就住招待所。你们连长不是说了吗？有招待所。是嫂子，但是那个家属来队都住士官公寓，那除了这不是快离婚了吗？这不是啊？你快离婚，你找我干啥来了？你文劝他，你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，你上军营外睡大马路没人管你。你吃满城的，吃你吃个屁吧你！老班长，看见没有？就这样的态度，我跟他过了20多年，我都不知道咋过的。我知道怎么过的，我。行，你行。我今天要不跟他离婚，我都不姓赵。嫂子，您不是姓杨吗？所以啊，这不一直没离成吗？这不是？走。哎呀，嗨，气得我手都抖。走。嫂子，到了，就这儿。您能来视察工作，我们太高兴了，嫂子。反正我是必须得住招待所啊。嫂子，这招待所环境太简陋了，您多提宝贵意见啊！您多担待，嫂子。挺沉呐，嫂子。在梦里游荡，星星在窗外眺望。哎呀，咋还有唱歌的呢？哎，不是说你们这儿没有宣传队吗？可能里边排节目呢，嫂子，排节目呢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我不是给你吹啊，你嫂子我在当年，那在咱家小区出了名的金嗓，真的，唱的不行。回头你跟他们说一声啊，嫂子给他们辅导辅导。哎，行，妈呀，这回可热闹了，太刺激了。干哈呢？走啊！没有梦见慈祥的妈妈，没有梦见。啊，还唱什么唱？快下来呀！哦，来了。哎，叫嫂子，老班长家属。啊，嫂子。更正一下啊，还可能是前妻。啊？子墨，快给嫂子安排个房间，让嫂子快住下来。不对呀，嫂子不应该跟老班长住在公寓吗？让你安排个房间，哪来那么多废话呀你？安排房间不懂啊？安排房间。懂。给他找个没热水的房间，让他吃拿水，回去跟老班长住去。住这儿像什么样啊？关键是咱们这儿都没热水。是不是啊？哎呀，那太好了！怎么回事啊？那房间没热水能住人吗？啊，我们招待所现在年久失修，还没更换热水器呢。现在房间啊都没热水。哎，你这没事儿，嫂子这儿有。来，看。嫂子呀，把热的快都带来了。热得快，不求人啊！嫂子，我们这儿啊蚊子特别多，而且还特别大。啊，对，嫂子你可不知道，我们这儿蚊子可大了，那3个下盘菜，5个下锅汤。哎呀，你们这儿蚊子还挑人咬呢，真闹心。公寓的不咬，净往那个招待所人身上盯，是不是？没事儿啊，没事儿。还缺啥？嫂子，那个我们这儿离市区比较远，你要嘴馋的时候想吃点东西嘛，出去也不方便。对，干啥非得上饭店呢？我就说你们这些年轻人现在一个个天天上饭店，那玩意儿多脏啊！回来不得拉肚子呀？你看看，嫂子准备的，既方便又实惠，还好吃，多好！拿去泡去啊，2包都泡了啊！这菜我都准备好了。
了，子墨啊，你前2天不告诉我这地方太久没人住，那被褥都湿乎乎的吗？那昼夜温差那么大啊！对对对，温差特别大，怎么晒怎么潮，潮的。几号房间？楼上211。谢谢。哎，走。这梁班长娶了个机器猫媳妇啊！老郎，我和连长表个态，离婚没门。我知道，我这是军婚，我不想离，他离不了。班长哈，现在呢新装备上来了，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和睦。是，我也想和睦啊，我是想和睦啊，他不想和睦啊！啊，他在外边忙着找着新老公，他想跟我和，他倒想和睦，他跟那新老公和睦，他不跟我和睦。他越说越没溜了，你个老同志，你注意作风问题啊！我注意作风问题，那谁作风有问题？他找一新老公，我要注意作风，那我太难了呀！不是，班长，指导员不是那个意思，指导员那意思就是两口子啊，他毕竟不是仇人，没必要。对，不是有那句老话吗？床头吵架床尾和，能有多大恩怨？这不嫂子都来部队了吗？对吧？哄哄女人吃这套。而且你说的那个人，他可能就不存在。那咋不存在？那视频你不都看了吗？那不存在。那长得那就一个猥琐。你说你要找人家找长得好看点的，找一长那样。不是，他既然长得不好看，猥琐了，那就配不上他，你就更应该有这个自信。我有自信，我当然有，我非常有自信啊。那跟他那比，那我自信老大了，我自信。咱离得远呀，那他那近水楼台，离我们家就2栋楼，谁知道给灌什么离婚药了给？那这样啊，你呢，给嫂子做几个菜。啊，算了，干脆我让炊事班做几个菜送家里去。明天周末我特批你和嫂子喝2杯，聊聊啊。不聊，我说这事他不道歉没完，我跟他没完啊，这事完不了。那你咋的也得要啊？连长、指导员，本来这事儿呢，我比你们岁数大，这事我本来不应该来麻烦你。可是你说他，我媳妇儿也不打人一声招呼，就跑到部队来。我冰清玉洁一个老兵，他外边有人了，跑过来跟我来离婚，直接跑到部队来了。你说他这不都脱了裤子磨磨，他不是转着圈丢人吗？他不是？是老郎，你心情我们都特别理解，可你这样，班长，我呢给你出一主意，你呀准备一个离婚协议书，你把字签了，然后我跟指导员把字签了，然后让嫂子把字签了。你放心，只要你把离婚协议书一放桌面上，所有的女人全都傻。对，就这么办。他不敢离？不敢。就给他看，就给他签。对，行。不是，那他万一他要签了呢？不可能，你放心，绝对不能签这字儿。他万一不怕呢？他签了，我不都弄巧成拙了吗？不就？不可能，女人见这种事儿不可能签的。你放心，不存在。如果他要签字了啊，我就让吕里面不签字。那不行，那不这么玩呢吗？你真闹到那会儿，那不就不可收拾了吗？那多尴尬呀！老郎，我们特别理解你的心情。那我俩不是没处理过这种事儿吗？这不也第一次吗？好歹是个办法，对不对？那也不能瞎说。哎，这样，我给你批个公差，你出去躲2天，这样行吧？对，正好啊，这嫂子在气头上呢，先让嫂子冷静冷静。晾着他。晃得我眼睛疼。就这么着。没有梦见慈祥的妈妈，没有梦见心爱的姑娘。哎呀，什么梦是吧？啊，嫂子，一子梦。啊，一子梦。啊，对了，我都给你煮好了，我正要给你送上去呢。来，过来上这儿吃来。啊，屋里多憋屈啊！你这儿晾汤的多好啊！谢谢啊，麻烦你了，还照顾嫂子。来，
你不吃啊？啊，我不吃。那2盒，你坐下坐下。哎，哎呀妈呀，真香，煮得好啊！以后你有什么事啊，就喊我一声就行了。我没啥事儿，我刚才搁那听你唱那个《火箭兵的梦》，对不？啊，唱的，哎，嫂子辅导辅导你，你看咋样？真的，嫂子你会唱歌啊？我哪是会唱啊，那是相当会唱。来，站上来，给嫂子唱一首，别紧张啊。哎，来，快。没有梦见。停，没有感情，再来。没有梦见。停，你这没有高音儿啊！你这一个人唱歌的时候，要高音儿有高音儿，要感情得有感情，那得激动起来，激动懂吗？那汗毛孔都得立起来。来，嫂子，你在歌舞团待过？差点没进歌舞团，后来给我打电话说歌舞团不缺会计，我这不没去成吗？遗憾。嗨，原来你不是专业唱歌的。辅导你这样的还用专业唱歌的呀？站，前面去。看来我不亮亮我的绝活。哎，啊，挺胸收腹，抬下巴，闭上双眼啊！现在感觉前面好多好多的花，那家香的，闻闻。哎呀，此时啊，打开你的口腔、鼻腔、胸腔，释放一下啊，颅腔来。嫂子，什么腔？就是脑袋瓜子。哦。来啊，闻闻。真好闻呐！真好闻。用那个横膈膜发力，脐下3次啊！真好闻呐！真好闻呐！你干嘛？啊，连长，我错了。啊，我听见了。行了，你别在这给我杵着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连长，我没听清。我错了。我知道你错了啊，我听见了啊。但是你这种情况呢，你应该深刻的反省反省自己，你不。哎，不对劲儿啊！小朱，你是不是又做什么错事儿啊？你干嘛了？我没干嘛，我就是觉得之前做的不够好，想彻底的检讨一下。检讨什么呀？就你这副表情。我表情怎么了？哎。现在啊，假如我给你拿面镜子，你呢自己照着自己，你现在这个表情，就跟你吃那蜂蜜屎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
连长，你又误会了，我笑是笑我过去太猖狂，我笑是笑您大人有大量，我笑。别笑了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再笑，信不信我把你开除了？真以为我战士连不敢开除你是吧？我信，所以我才来检讨，深刻的检讨，灵魂深处的那种。这样来，你把你灵魂掏出来，我看看来，看你能检讨成什么样？咋的呀？把连长当轻飘过呢？再没有连长，行，我不笑了啊。你看，你又来了，又在这跟我笑是吧？没有啊，连长，我真的是大彻大悟了，悟到了当兵的真谛，悟到了当火箭军的真谛。我开心，我忍不住的开心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，我就是想第一时间跟你分享一下，无论以后你怎么骂我，怎么挤兑我，怎么惩罚我，我都愿意接受。之前我确实做得不够好，我要继续想要留在这个伟大的连，我就必须洗心革面。连长，以前你对我很严格，以后请您对我更严格。是不是这么回事儿？小主，这里呢没外人，你跟连长说说，你是不是又想跑 CBD 了？没有，连长，什么 CBD 啊？我来是当兵的，不是来谈恋爱的。更何况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逼逼滴滴。连长，我没事了，我去巡逻了，看看哪儿需要我。哦，不管哪儿需要我，哪怕是扫厕所，我也愿意。哎，我今天刚好没事儿，我先去把厕所扫了。连长，我先走了。连长，敬礼，立正。这小子是不是得病了？这怎么突然间？精神分裂，心理啊，人格分裂多少页来了？东风185H 这种 P2D 控制和基于5点开关的脉宽调制策略，对机械臂液压位置控制进行仿真研究。这种新型液压驱动系统具有较强的自适应性，位置跟随精度高，能够实现大流量的数字控制，驱动液压流量可达到215升，起数期间比东风185C 整整快了1倍，而且最大的特点是稳。下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。报告队员，原战士连发射排1班号手欧阳俊请求旁听。旁听？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啊。队员，我是一名优秀的号手，具有侧发控、通讯、驾驶3证合一的号手资质。刚刚270旅发射的第100枚导弹就是我打出去的。哦，百发百中就是你呀？是，如果您不相信，可以问他们。但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，被罚去炊事班帮厨，参加营区清洁工作。但是我所有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我想来学习新的装备，我不想浪费时间。愿意学习是好事儿，但是你是不是让你们连长跟我打声招呼啊？毕竟这次的学员名单都是连里定的，而且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。没关系，我可以旁听，不上车，不发言，不提问。欧阳俊，你就别添乱了。左教练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不在这批学员的名单之内。如果人人都想来学，要连长干嘛？这位同志，我刚才好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只是来旁听，并没有要参与学习。而且我觉得，评判一个人是否有资格学习新的装备，应该是水平高低，而不是一味强调个人问题吧。欧阳俊，你真的太狂了，你收敛一点。就是，
为什么没让你来？你心里没数吗？你就别耽误我们学习了。这样，欧阳俊，等我下了这节课之后，我去找你们连长。不用了，教员。我本来想就这么忍下去，但是我发现不行，我必须努力争取到这次学习的机会。而且我觉得，如果这个连队里连最优秀的士兵都没有学习新装备的资格，那也太说不过去了吧。欧阳俊，你也算是一个老兵了吧？这就是你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大家因为你在这儿等着，浪费多少时间？李芒，我不想跟你解释太多。那你找连长说去。就是因为连长说不通，所以我自己解决问题，不行吗？你是不想在战士连待了吧？这话还轮不到你来说吧？啊，你想上哪说上哪说，你爱跟谁说跟谁说去。欧阳俊，你是怎么了？想上课的时候比试比试？行啊，来，安静，你俩给我坐下。是。欧阳俊同志，到。我不知道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但是我能感觉到，你心里憋着一口气，你希望证明自己是最好的，你希望证明自己有能力可以驾驭这个型号，你更希望证明领导让你帮厨是个错误的决定，对吗？是。怎么证明呢？单人4号位全操作，单挑。单挑谁？所有人，包括我。也可以。李萌、陈小丁，到，去，把那台东风185开过来。啊，在车库里要很久。没事，我等。是。加油，蹲，落，走。报告，进。报告，连长，不好了。啊？啥不好了？下厨出事了？在哪呢？下厨啊？他好像在厕所吧？在厕所能惹什么事啊？报告，是欧阳俊。欧阳俊怎么了啊？他在营区跟左教员单挑呢。你呀，下回说话快点，直奔主题。是。谁先？女士优先。别，我是教员，我垫后吧。规则。完成起诉准备，时间最短获胜。行，就这么办。输赢怎么说？你是教员，你说。你赢了，我这儿破格录取你；连长那儿我去说。你输了，从此不摸车。行，李芒到，掐表当裁判。是。预备，开始。